為代替消防人員清理高溫濃煙有毒的高風險火場，這台全國產的消防機器人已經正式投入台南救災，並成功完成任務。那個垃圾掩埋場，那最近像那個安南那邊的爆炸案，那這台機器人都有出動。它主要的任務就是說，避免人去接觸到這個風險。第二個就是說，解決一些人力不足的問題。那已經在很多的火場裡面都被驗證了這台機器人它的功效。除了消防機器人在柳營科技園區出現，包括當提供病人變身、減輕護理負擔、甲解決長期照護人力不足的機器人，也將一步一步走入臨床階段。目前這樣的一個機器人，我們在研發階段，那它是屬於一個原型機。那我們有跟這個民間的這個長照中心去合作，所以我們在這個台南的六甲的機器人研發中心這邊，我們有實際上去搭建一個跟我們合作的長照業者一模一樣的一個1比1的一個病房。那我們在那邊搭建好之後，我們就把機器人在這個場域去做相關的這個訓練。訓練完之後呢，我們這個階段性的模擬場域的訓練已經完成。那我們預計在這個今年的年底，我們會將機器人送到這個合作這個長照中心去，來做進一步的這個訓練。為了加速相關智慧機器人的技術成熟發展進入量產，台市8月26號正式將智慧機器人的產業發展創新中心在柳科來啟用。請啟動！台南機器人產業發展創新中心正式啟用。除了在柳科現在的產發中心之外，在六甲、在新營都會成為西北重要的高科技機器人發展基地。那我們也除了這個樂觀其成之後，我們還有更積極的主動出擊，邀請許多國內國外的這個機器人研發跟生產業者一起來。台南科巴本身就有真強的金屬製品加機械設備的製作業基礎，所以將智慧機器人設在柳營科技園區，更是利用該優勢，除了吸引完整的生態供應鏈，結合產官學研的力量，將沙輪六角形成智慧機器人的黃金三角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